結婚係人生一大里程碑，除咗籌辦婚禮和適應新生活，新婚夫婦仲需要了解係香港報稅嘅改變。喺香港結婚後，夫婦可以選擇合併報稅或分開報稅。合併報稅有可能帶來稅務優惠，具體取決於夫妻雙方嘅收入情況。揀得啱分分鐘可以慳好多。以下係一二考慮因素嚟幫助你做出選擇。合併報稅適合夫妻雙方收入差異較大嘅情況，尤其係一方收入較高，而另一方收入較低。此外，若有較多可以共同申報嘅扣減項目，例如子女免稅額、住宅貸款利息等，合併報稅就係一個好選擇。合併報稅嘅好處係可以利用配偶嘅扣減項目嚟減少整體稅務負擔，而且如果配偶一方嘅稅率較低，咁就可以平衡高收入一方嘅稅務負擔。以上只係一般情況嘅討論，最重要嘅係要計算各自收入同扣減項目，以及合併後嘅應稅收入。你亦可以使用稅務計算器嚟比較各自報稅同合併報稅嘅稅額，以便做出最佳選擇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